棒球是台灣的國球，不僅承載個人共同一體記憶，也在無數關鍵時刻凝聚社會情感。李小協會希望借由《冠軍之路》這部紀錄片電影，真實呈現棒球運動員的奮鬥歷程，勉勵青少年看見努力背後意義，培養在面對困境時無輕言放棄的勇氣，並學習在團隊當中互相支持、攜手前進的態度。冠軍之路是一個很好的片子，那有教育的意義。然後我們很多網絡單位，包括我們副機長代表市長也來參與這個活動那我們很多網絡單位包括教育局輔助中心啦，包括校外會啦，包括台南市包括教育部。台南分處還有我們的南嶺高中網球隊那大家都共襄盛舉來參與這個活動。那這個活動真的對我們青少年、對大家的未來都很有幫助。電影欣賞會這天，教育局副局長楊志雄、教育局資訊中心主任陳怡杰、教育部台南聯絡處督導鄭坤興、南寧高中網球隊總教練陳信亨，也攏到場陪伴學生與家長做伙來看電影。我們施總會長還有施理事長，他們一步一腳印的來協助我們青少年。那尤其在教育部，我們有這個探索號的計劃，以及社會局、勞工局等等的計劃的協助之下，幫助我們很多的青少年能夠在他們的這個人生迷茫之中，找到了一個定位跟出口。那希望今天我們剛好21週年這個時間點，能夠邀請更多的這個兒少的這個夥伴們一起來看這個冠軍之路，能夠了解這一個過程裡面，我們台灣。怎麼樣突破困境，拿到12強的冠軍？那也希望大家能夠在這個過程裡面來多多關心我們的兒少跟青少年。長期陪伴青少年兒少協會，希望透過影片，讓青年朋友還是堅持、扶持、甲永遠無放棄的精神，並在專業陪伴甲社會支持下，走向光明的成長道路。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